今次咧嚟到一個鄰近河畔景觀嘅新界舊型屋苑啦，單位咧嘅其中一扇窗咧係可以望到一條好完整嘅城門河景嘅，感覺係非常之舒適。咁對於咧生活同工作咧都喺沙田區嘅屋主佢哋嚟講咧係最適合不過嘅。咁佢哋兩位咧，對於單位嘅改動嘅接受程度都非常之高啦，所以咧，我哋設計就決定咗大刀闊斧，將原先嘅3房2廁嘅格局啦，改成1房1廁嘅格式，等呢個珍貴嘅城門河景咧，能夠最大程度咁樣引入到室內嘅。單位咧原先係3房啦，加一條長走廊嘅典型開則啦。每間房咧都有獨立嘅窗台，原先嘅燈光咧都略顯暗淡嘅。咁我哋咧將大部分嘅間隔都拆除咗啦，將2個原先獨立嘅小型廁所咧 combine 咗做一個2分離格式嘅浴室。同時咧，由最盡頭可以望到城門河景嘅空間咧，歸納為睡房啦。然後就到工作室啦、起居室啦、開放式廚房啦，甚至係衣帽間連儲物區域嘅。目的咧係想將整個單位咧打造成一個接近全開放式嘅格局。為咗令玄關啦起到一個分區嘅作用啦，就喺大門嘅前邊咧加咗一組不規則、比較有趣嘅玻璃屏風。同時咧，地板同埋天花嘅材質同色系嘅區別咧，營造咗一個玄關嘅效果。屋主咧會將佢哋擁有嘅鞋啦、衣物啦、大型嘅電器啦，甚至係雜物咧，都會歸納擺放喺呢一個嘅空間為主嘅。屋主咧喺空閒甚至係假期嘅時候咧，都會經常落廚煮食啦。所以咧，一個中島嘅設計咧，對佢哋嚟講就非常之適合啦。而且咧，佢哋對於一啲食材啦、廚具嘅收納咧，都有非常之高嘅要求啦。咁我哋咧喺設計廚房嘅時候咧，就同一間嘅日式廚藝公司去配合啦。目的就係想將唔同類型嘅廚具食材咧，就分類同埋收納得更好嘅。單位咧經過咗間隔嘅打通之後咧，起居室咧有2扇窗嘅座向咧都係向東邊嘅，採光度咧都比以前咧改善咗好多。咁我哋咧設計都借助咗一個木包框嘅手法咧，去將呢2扇窗同窗台嘅效果修飾咗，同時咧亦都運用咗一個仿空心磚嘅材質啦，去解決翻一個咧好容易同隔離鄰居四目相投嘅情況。飯台嘅旁邊咧，我哋特意做咗一個地櫃連層板嘅設計，刻意咧留咗一個小小嘅位置放翻屋主本身擁有嘅一部黑膠唱片機啦。櫃入邊咧亦都預留咗足夠嘅位置去擺放一啲唱片啦、DVD 啦，甚至係上方嘅層板咧都可以俾佢擺一啲心頭好嘅展示品嘅。起居室咧，我哋就運用咗一個深綠色嘅地磚啦，配搭一啲深綠色嘅梳化餐台，加上一啲深啡色嘅木包框架嘅設計，好容易會令人聯想到一個好似入咗叢林嘅感覺。同工作室咧一個比較素白嘅配色咧，就形成咗一個明確嘅對比同埋分區效果。咁喺起居室咧，電視嘅上方部分咧，原先嘅結構咧就一條比較厚重嘅橫梁嘅。我哋利用咗3組燈箱嘅設計咧，就將佢隱藏咗。咁嚟到工作區嘅部分啦，我哋特意咧將呢個空間升高到去大約60 cm 嘅高度啦，可以平翻咧本身嘅窗台結構嘅。咁同時呢個做法咧，亦都可以製造咗一個足夠嘅面積咧，可以擺放到一個摺疊嘅床褥。升高咗嘅地台咧，除咗下方有收納空間之外咧，屋主喺度做起嘢上嚟嘅時候咧，都會更加有一個儀式感。咁呢個地台嘅儲物空間咧，我哋就分割咗做2部分嘅。其中一部分咧就係一個長有約1.5米闊嘅拉燙櫃啦，喺起居室就好容易 access 得到。而另一部分咧就喺地台上方做咗啲揭門，
下邊咧係一個特深嘅小型儲物室嚟嘅。呢個儲物室嘅門板咧，亦都係經過一個承重方面啦，同埋一個置物便利性嘅考慮而設計。我哋咧刻意將書枱咧連同埋一個鐵支柱結構咧設計成為一體嘅。咁樣望落去咧，成件事懸吊起上嚟咧會更加輕巧啦。咁前方咧亦都用咗一個通透嘅玻璃手法咧，令到睡房入邊嘅城門河景咧可以引入到我哋呢個工作區甚至係起居室嘅部分。呢個區域咧其實除咗係一個可以俾佢哋用下電腦啦、做嘢嘅位置咧，亦都係一個非常適合去休閒 relax 嘅一個嘅空間嚟嘅。寢區部分咧，我哋就做一個基本嘅三邊落床嘅格局啦。原先咧已經對住一個非常之舒適嘅城門河景啦，所以我哋設計上都係簡單去將一啲窗台啦去修飾咗佢啦。咁以一個休息瞓覺功能為主嘅睡房就非常之足夠啦。我哋刻意咧將個浴室配色咧都做得比較暗沉一啲嘅，令到咧佢同起居室咧有一個明確觀感變化。喺浴室咧，我哋就做咗一塊嘅燙鏡啦。如果唔想太過暗沉嘅時候咧，咁其實打翻開塊燙鏡咧，就有一啲自然光線可以引入翻嚟噶啦。廁所嘅佈局上咧，我哋特意做得好區域分明嘅，將沐浴啦、梳洗啦同埋坐廁嘅區域咧都完全分開。咁其實以兩人居住嘅使用嚟講咧，比起兩個獨立嘅小型廁所咧，個實用性會更大嘅。以一個500幾尺嘅單位嚟講啦，最後可以呈現到呢一個視覺效果咧，係令我好喜出望外嘅。除咗視覺上咧舒適得嚟帶一啲調皮感之外咧，咁空間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咧，係會令人想停留落嚟嘅。以我哋過往眾多嘅作品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新穎嘅嘗試嚟嘅。